巧妙事业唔单止爱有勇气，还爱有这行列。苗栗条婚的冯佩时小文丽，3年前过季节跟新竹科学园区太工厂，大家路过新鲜的条路磁铁的，轨道路坎可以翻译同冯佩工作室。一般单就唔系好一行的，唔是讲爱做就过辛苦。唔过伊意思有艺术设计的吹气也过上忙。透过名路行销同做好事爱用的糕点，系由引来引导你干伊教管。伊结合被苗栗菜地小农民，将系条粉丝当地嘅施工嘅芋头味、公馆嘅芋味，甚至系太湖嘅草莓也豆。为精致嘅糕点，还个有菜地嘅美食。阿弟，来哦。我嘅迄读书啊，都要做料理嘅啊，系啊。很多啦，有台湾呢。同桂香芋头酥商业奉派工作室，台湾市农会秘书邵振林也是只天热末夜小文理嘅送货业，既然来嘢就顺便嚟听无限汽车末夜做掉事情。涂涂抹抹啊，系啊。用点的就好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用多一点那个蛋黄啊，也系用芋头嘅结合燕麦、蔓越莓、cheese 一道食材，用心做出嚟芋头司康。芋头系台湾市农会对民国104年起始将推广种作物，短短的5年，对一粒头嘅种起始成立了一个产销班，开作种嘅200人公顷。从完全冇一粒芋头嘅，到一下捱土種苗呢，哈，苗栗一邊嘅土種苗呢，哈，已經200人公頃嘅。捱做以頭份為一個中心點，周邊嘅3萬南莊、峨眉、新竹，做係扮演。苗栗很多的產品，它其實是非常好，然後它只是沒有被行銷出去。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面，讓大家更了解說，其實我們不用一味的去買進口，或者是覺得遙不可及的食材。对，原來就是想想我們在地是那麼多的食材就可以運用。小文理當曉得用菜地食材，芋頭係頭份中嘅，7分雞卵糕蛋糕芋嘅係公幹嘅，寒天到嘅上下還會有季節性嘅太湖吃婆嘅，韓國家番禺設計同香草植物來裝飾，一隻好看又好食嘅芋頭7分雞卵糕就做好嘅。黑豆戚風這裡面的蛋糕體，其實它是沒有麵粉的那個，就是沒有麵粉的食材在裡面。然後黑豆它本身，它在我們在運用的時候，其實會有一些考量，因為如果我們今天過多過少，會造成它風味不足，或者是它黑豆會過硬。但是其實在最後我們做出成品的時候，它的味道是有點帶點豆乳香。基本單喺度足球園區，全世界一等有名半導體太廠石頭路，製作都唔是少。新港頭度上一次想做藝術設計，到理想同現實之間蠻難研究，最尾小文理結體專家向創業。一開始係開某一些業就係台積電啦，結果也很少落冇去認真啦，佢也悄悄嘅啦哈。不過佢有一部嘅佢都。知道看佢無嘛伊快樂樣嘅，當然佢都想講要真係要參詳啦講佢想要嚟滅一個豐皮等等啦。在園區的工作領域上，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成就感，就是可能是工作上的成就感，但是心裡藏着一個對一些美感藝術或者是生活上的體驗的成就感。小文理自細做好美學同藝術，參加畫圖比賽，同爸爸邵振林做頭度，也係聰明又有藝術才情嘅模樣。小文理自家知道，人生同特色階段都有無同樣想法，對佢嚟講，也應該進步下創業唄。你曾經喜歡的事情，但是你在這時候發酵了，然後剛好就是公司應該說剛好在那個時間點的時候，我覺得
我好像开始有思考了这方面，所以才慢慢接触，就是转出来就接触花艺，甚至到我们的烘焙。头下嘛，小文丽係做花艺，佢想要對美化生活空間做意思，下係有負責行手嘅盤稱加落來，再過進一步去學做糕點。雖然佢未學創意咩，唔過佢比別人行較散忙，烘焙手藝越來越好，也烘焙工作室結合花藝特色，屬為一道學生嘅，也花藝空間係佢創業起腳點，咩佢私人嘅空間。當初回來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在這邊花了一些心思，因為看到這個空間後面是我自己用油漆，就是一點一滴做好，就畫好這樣子去呈現出來。因為其實我想要跟我另外一個烘焙空間做一個區隔。一般嘅花盆咧唔做啲嘅嚇，佢有到所謂重量嘅東西，什麼人嚇，人做家長咪講係應用咩係一個辦法啦嚇，好好嘅條路唔做嚇，不過咁樣啊，佢細人咧，佢想愛嚇，佢出個想法去發展嘅話，人做事態人，只有讓人來聽數，來鼓勵咪，這樣做個下。跌跌撞撞都一下來啊，講話你看佢成年做忙嘅啦。透過名路行銷婚宴糕點同補拜一道，小文麗獨獨嘅問題下來，小鎮連本帶嘅小片呢，都也完全支持佢乜嘢，兩者也強心行銷採替小農嘅農產品。起碼它是可以讓我現在是安心，然後自在。我覺得我沒有看很近目前的狀況，就是如果以現在的薪水或者是我們的收益這方面，因為我更大的滿足感是因為說這過程的可能我跟學生的互動，然後我們跟小農他們的結合。創業係新冠頭度夢想，不過政府卡還有隻信念，最當年批定阿爸阿媽，佢當歡喜係阿娘兩頭都顧到嘅。很開心，就是進入這個狀況，因為雖然中間真的是很艱辛，可是最主要是因為我在他們身邊。現在的狀態是，他們隨時都在我身邊，對，我真的覺得是很幸運。帶定嘅夢想進到保育者，小文麗行係千山忙，佢想潛出行得到採替小農，而精緻糕點又行得到採替美食，所以有客人強下烘焙工作室，批得到嘅，還有行得到進步卡感覺。